各位朋友好，今晚嘅賽事已經跑完啦。咁每次嘅賽事呢，都會提供4場精選呢，俾揸 fit 輪馬群組嘅。咁啊，今晚嘅提供呢，就係2、4、5、9場。咁呢3場馬嘅膽呢，都攞得唔錯，3隻第一，1隻第3。咁啊，另外咧，第5、第9場咧就仲剩3重彩，咁嗰度3重彩咧都唔錯嘅，有800幾同埋900幾蚊嘅。咁啊，另外一條4重彩咧就係第5場嘅4重彩咧就較為熱啲啦，嗰條4重彩咧都係得1800-9蚊左右嘅啫。咁至於咧連贏位過關咧，真係唔好彩啦。咁啊第5、第9場都中嘅，咁啊可惜咧第2場咧揾到4號做膽，咁啊嗰隻12號咧我就擺咗佢喺初選嗰度咧，諗住係3、4重彩嘅，咁點知咧佢係跑過第2，第4場咧就跑3、11、1，咁13。11咧都係喺我範圍以內嘅，咁我揾咗1號做膽，就拖3號、4號、5號，就冇拖11號。跑馬咧就冇如果嘅，咁啊係唔中就唔中啦，咁啊中翻2條熱門嘅 Q， 作用咧就不大。揸 fit 輪馬咧個目標咧都係希望可以中到4場嘅連贏位嘅，咁啊好似對上嗰1、2季咁樣咧中晒4條過關。嚟緊星期日嘅賽事咧亦都會喺星期6晚咧提供一場俾大家參考嘅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輪馬群組，同我哋一齊玩呢個連贏過關呢，付少少費用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，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，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